快乐追寻，自然就会容易懂得戒慎恐惧，不敢肆无忌惮。现在就不一样了，观念开放之后不得了了，大家习以为常。平时谈话说笑，谈笑风生，都会谈到这个。你看现在那个主持人节目的秀里面访问这个歌星、影视歌星，都在讲黄色笑话，都在言语啊，表示自己很有机智啊，很有这个风流啊，很棒。大家都习以为常啊，不以为怪。这都是荼毒人心的媒介，这是口业啊，所谓佛法讲的奇语，对不对？妄语里面有分奇语，令人家想入非非啊。闯关游戏，你说我们怎么办？电视能看吗？所以我常常劝人家，电视是魔鬼，最好不要看。若是看了它很容易看，大家都不相信。他演的这个讲经说法的节目不多啊。都是商业色彩，广告好，就算讲经说法了，广告来一段清凉的，哇，又昏倒了。刚刚培养的清净心，下次又被染污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再不遵守这个圣贤的教诲，不听圣贤的教化，我们真是受害而不自知啊！命短了，生病了都不知道为什么生病，为什么短命，你说怎么办？所以《太上感应篇》有一句话，叫“见他色美，起心思之”。你《感应篇》有1000多字，他讲到男女关系就讲这一句哦，重点都是重点。当然还有损子堕胎啊，行多隐僻啊，淫欲过度啊，这些不多。最主要是“见他色美，起心思之”这句话，它的甚深含义啊，戒身受病的关键所在，身受病的关键所在。你看这个见的眼睛啊，这个乱七八糟。为什么圆圆的师父讲？第一个是非礼勿视，不能看的不要看了，一看了就开始起心动念，马上就被记过，还不能生气，真的是这样。平安，因为大家不了解，不一定了解自己啊。对啊，佛法是觉悟之学，让我们了解自己，还了解我们的生存的环境，要不然这个题目要讲，大家就你不先认识自己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你不了解这种大道理，你认为这是唱高调，糟糕了，那不要再讲了。如果你真正的了解，你就知道曾子是孔子的这个贤人嘛，那时候里面是一个很高明的一个贤人，可以说圣人。他就讲到孟子有讲到这个问题啊。守身啊，我们中国讲守身。头要看膝盖。如果我们对这个身体不好好的保护，等于是轻视父母给我们的遗体，见识他，那个罪就很重了。曾子到临终的时候还讲这种话呢，起于足啊，起于手啊，就打开我的手啊，打开我的脚，看看有没有问题啊，是父母给我生下来的这个遗体，这个身体啊，我有没有保护的好啊？头要靠。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耳今而后，无需免服啊。到了最后关头，曾子还重视他的身体有没有父母给他的这个遗体有没有破坏掉，这么的谨慎戒惧。如果我们凡夫俗子不懂这个道理，那永远是凡夫俗子，运动细胞不能够转凡成圣。第一个，我们就是轻视父母给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就利用这个身体去造罪孽，去享乐，纵欲为乐，放纵我们自己的欲望，追求不正当的感官享受，那就产生了所谓的乐极生悲这句话。所以色这件事情是我们凡夫俗子最容易犯的罪业。它比起贪财杀生等的恶业，它要100倍以上难以控制。所以它的败德、败坏道德、取得灾祸，要比其他的恶业还要100倍的严酷惨烈。这是事实。所以叫做万恶之首。因为这个贪财杀生这个恶业啊，很明显，容易看得出来，容易知道，这个不可以做，比较明显，而且道理
也不是那么深，是可以用语言文字说得尽的，讲得完的。然而这个语言的罪孽非常的隐秘，而且道理又很深邃，是我们用语言很难诉说尽的。所以太上啊，才用灭除意念这个文字啊，从最初的一念来唤醒茫茫众生的痴迷。所以太上说，见他色美，起心思之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呐、对于美色，当眼睛啊接触那一刹那，背部要让它好按，心若是一动，按得到比较好。则会想念啊、思梦啊、贪求啊，种种的念头，就会缠来缠去，纠结在心里面，解不开。若是心中萌生了这种的念头，不用等待身体去犯了、不用等到行为去做、就已经是违背了天理而堕入的人欲了。这时候就被阴间列下了无穷的罪业。所以太上是无量的慈悲，他不用繁琐的言语，只用一句话来点醒、来提示我们，在我们建设起心的时候不可以不从我们的心源处来及早的禁止、断绝这种隐微又深邃不为人知的恶业。所以我们应当要在才起念头的时候，立刻就要奋勇的把它一刀斩断，不可以这时候有丝毫的犹豫，也不可以拥有丝毫的情念，成一直线向中间用力，因为天堂地狱就在这一念之间立刻分判。两端用力。若是这个时候稍微有点认识不清，看得不破，不能够斩钉截铁的立定脚跟，则在瞬息之间就会千底滋长，蔓延开来，不知不觉就飘入了罗刹鬼国之中了。太危险。两端用力。太上说这句话的用意实在是博大精深，而且用心良苦，但是凡夫俗子很难体会里面的意旨。小心车子。这是很不幸的，大家不以为然，尤其是现代人更难。不要浪费了，去喝一喝。中毒太深，很难回头。不跟你讲清楚说明白，那真是没有救。因为大家不相信有鬼神的观念，不相信有因果报应的观念，那就跟着感觉走，只要我喜欢，什么都可以，肆无忌惮，大开肆无忌惮之门，那怎么得了？这天下大乱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第一位，这不得了的事情。破坏我们的家庭的基础，影响我们社会的治安，造成犯罪飙涨，跟色情泛滥有绝对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所以大家若是了解其中的因缘，就懂得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，不能够轻视，否则各位也是这个受害者。你看现在女孩子坐计程车都会怕，你说是不是？家长还要抄计程车的车号，看看这个驾驶是不是面目可憎，还是面带慈善，说不定是假的，心毒冒迟也不一定，也会上当的。一发不胜防呢，所以我们都是治安恶化下的受害者。我记得前几年不是有个很重的命案吗？彭婉文命案，对不对？各位都了解啊。你再高的地位都是一样会受害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深信因果，要懂得这个鬼神祭灵的道理。各位有没有听过？鬼神祭灵，有没有听过？这是一句成语啊。鬼神很讨厌这些东西的。孔子说：“敬鬼神而远之。”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就有三尸神，我们的肩膀上有散热两部童子。各位可能对三尸神可能不甚了解。这个《太上感应篇》里面讲到三尸神，
说三世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凡是人的心口意语啊，总是瞒不过三世神的嘛。三世神每到了庚申日，你要去查农民历就知道，叫庚申日，每60天一次的庚申日，也就是天神决断人的善恶的这一天。这个三世神呐，就趁着我们人呐熟睡的时候，与身体中的气魄啊，就上天去了，跟玉皇大帝报告啊，这个人做了什么坏事，心里面想了什么恶念，嘴巴里面讲了什么坏话，全部报告一五一十，不折不扣。当然，他想给你加重一点是不太可能，想给你减少一点也是不可能，就不增不减。你说怎么办？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啊。你真被捕。上世神就是上世神、中世神、下世神，对，三世神。上世神叫多思考、多欲望，使得我们的人的眼睛昏花、头发掉落。中世神呢，叫做诚志。它居住在我们的人的肠子里面，它会使这个人喜欢饮食多忘事，而且喜欢做坏事。那下世神居住在我们的脚部，名叫盆敲，它会令人这个好色，喜欢杀生，使得人的手脚四肢、五脏六腑扰动不安，坐立不安。这个我们考究三世神的所作所为，他目的何在？他总有目的吧？各位了解吗？他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人拼命做坏事，多造一点孽，他好早死。为什么？我们常常说算尽则死嘛。一个人坏事做多了，他的寿命会被减寿夺算、夺计，甚至夺计是12年的寿命，夺算就是100天的寿命。犯大的就夺计嘛，犯小的就夺算嘛。这个都是神明在帮我们算的，死了，早死了。你看那坏事做多的年轻人，对不对？他活不到老一下子再见了，10几岁就再见了，20几岁就再见了，不是被车撞死就被人杀死、被枪打死的，多得很呐。你看所有的命案里面，就是所谓的算尽则死自己没积德，坏事又做的不少。还不承认自己在做坏事，那就下去了。所以三世神的目的就要使人快的死亡，他们好出去做鬼。做鬼的目的何在？你看那个我们不是初一15吗？对不对？这个过节过年拜什么血食？现在拜祭都不懂得用鲜花素都会鸡鸭鱼肉，用血食的供养这些这个邪神邪鬼。三世神出去就想做鬼的目的，就是希望人家对他血食的供养，他享受这个。你说我们要不要上当？不能上当你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三世神的话，更要谨慎小心了，因为他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。你想什么念头，动个邪念他都知道。人的身口意语，所有的鬼神子里面三世神最清楚，他就在你的身体里面。听都没听过，不说不知道，说了吓一跳，你说麻不麻烦？还有肩膀上有我们看到警察的搜证录影，就不敢做坏事了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群众，这个要丢可以收一下，光线真的很清楚，就模模糊糊的。但是这2部天神3阳2部童子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包括你做什么梦，他给你记起来。说人只能够自欺不能够欺人的。所以要了解自己不是敬畏之心的话，自然我就会有自我约束的力量。